各位兄弟平安。咱即时要来吟练习早起要吟的两首诗，第一首是第28首《天父看到赤鸟啊跋落》。第一集。天父看到赤鸟降落，伊可怜伊烦苦。伊也呢听说这鸟啊，伊也一定听我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说这鸟啊，天父一定听我。第10个一摆，天父看到赤鸟跋落，伊可怜伊艰苦。伊也呢听说这鸟啊，伊也一定听我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说这鸟啊，天父一定听我。第2节，伊雨山顶的百合花，显出水色可看。那鸟高草无芳花，我知伊也听我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说这鸟啊，天父一定听我。这条歌咱也拢真熟，伫囡仔时代就真爱吟的歌。好，咱过来吟第2首，322首。我情南洋蜜失迷。第1节，我情那样失迷，叫我南山起势，无这的声我无要听，无爱对伊去行。我情那行风冲，无爱徛伫家中，天父的声我无爱听，要是家去行。第1节的第3步表，无爱徛起家中，毋是家中吼，是家中。来，第1节搁一摆。我情那样密密，叫我南山起势，无这的声我无要听，无爱地伊去行。我情那行风冲，无爱徛起家中，天父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是家去行。第2节，无这这样的，地也这伊行日，
经过最最深刻旷野，爱要找我伫遐，找着我险要死，又要将人失去，天就可怜将我来陪。叫我毋免失眠。好，咱练习到这。若有炸手机的人，请你将手机关做震动。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这是咱要来念圣诗第28首。天父看到七鸟的跋落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
咱三甲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我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即成，一地灵亲像一天灵。阮的日子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，就对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交读上帝话，启示文第11篇，诗篇32篇。启示文11篇，诗篇32篇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佮心无干燥。我若点点无认罪，你的手明日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，伫通找到你的时，拢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保佑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落无知识。歹人会受真侪痛苦。义人啊，你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荣光、乐乐甲尊贵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上帝。也愿上帝的福气临到伫即个会中。全能永远的上帝啊！你的作为是伟大奇妙，你的道路是公义真实。阮因为捌体会你伫即世界甲阮身上所显明的恩典，就甘心乐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奉献阮本身，互你做采用。天父的上帝，愿为心底来感激你对阮的疼痛甲慈悲，因为你互圣子耶稣出世做人，有世间人的性情，佮替阮实质十字架顶爸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学习主谦卑顺服的款式，互阮做一个角度来看靠，佮用十字架来起造上帝国甲你圣会一台湾社会的中间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心愿意，但是阮的信心不足有限。愿你照你丰盛的恩典甲美好的旨意来完成阮的心愿。伫即个时阵，我们搁一遍求你来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，来明白你的旨意，加添你阮的信心甲信仰，互阮所做的事工，拢会当顺利来荣耀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学乐要请圣歌队来学乐，伊要念的诗是主互我伫
第12届。咱三个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，甲11节到32节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，
有一遍，真侪无髓甲罪人挖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校教师闹闹念讲，这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即个比喻11节。耶稣佫讲，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互我。”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2人。过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得的全部财产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钱黑白开。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着迄所在发生大饥荒，伊甲知欠缺的艰苦，伊就去迄所在，互一个人请。迄个人叫伊去园林饲猪，伊枵甲想要摕猪一只的豆腐资机。毋过，连这人嘛毋互伊。后来，伊甲醒讲：“阮老爸有遐济的赤干，因讲有米通食，阁食甲有剩。毋过我伫遮要枵死，我要起来倒去我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一定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你互我做你的赤干就好。”伊就出发倒去老爸遐。伊离因兜还真远，老爸就看见伊，心真毋甘，赶紧挖去甲伊揽的，直直甲伊针。囝就对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一定无资格做你的囝。”毋过老爸甲罗伯林讲：“请摕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搁甲伊穿鞋。”煞空迄只肥的女仔囝来抬来庆祝，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个活，死了个治着，因就开始庆祝。迄时大囝伫园林，伊转来，还未到厝的时，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，伊叫一个萝卜来，问看到底啥物代志。迄个萝卜甲伊讲：“恁小弟倒来。”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倒来，就杀迄只肥的女仔囝。大囝非常受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苦劝，毋过伊应老爸讲：“你看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你连一只山羊仔囝，阁毋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你即个囝为着长期甲伊的财产开了。”伊一倒转来，你就为伊杀迄只肥的女仔囝。伊的老爸因讲：“囝，你不是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，总是你一个小弟，伊是死去个活，死了个得着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愿上帝话祝福人。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新造的人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你找管每一个人，踮伫你的怀抱中间享受福气，也照着安尼，管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主啊，当管搁一摆领受你的话，管理成做管的帮衬，互阮清楚知怎样来群对你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也祝大家平安。这段圣经节，大家人拢真熟悉。自细汉读到大汉，嘛毋知演几啊摆啊，咱拢足熟悉的。所以因为伤过熟悉，我定定嘛讲，伊正做一段真歹讲道的经文。因为所有的人拢知影伊咧讲啥物。所有人嘛拢想会到牧师到底要讲啥物，所有人嘛拢知影咱应该爱做啥物。总是咱永远有困难，原因是啥物？这个原因是咱永远拢袂记哩，原来我嘛是龙主，原来我就是龙主。我是一个需要上帝听的人，
我是需要上帝拯救的人。所以，当每一摆读这个故事的时阵，这真做一个真大的考验。咱真熟悉，咱真清楚，但是咱敢真正安尼相信吗？这个故事伫迄一天，这个细汉囝毋知影到底对来伊的把握吼，伊敢安尼伊的老爸开喙。咱完全毋知影伊到底对来有即款信心。伊对伊的老爸讲啥物？老爸啊，请你将我应该爱得到的财产拢分互我吧。伊对伊的爸爸讲，请你甲我应该爱有的拢爱互我。若是边仔的人听到吼，这根本是一个哪有可能安尼对爸爸讲话啊？那会当安尼对爸爸讲话，因为当这个细汉囝安尼咧要求伊的爸爸的时阵，背后代表啥物？伊背后咧代表的是你赶紧死，伊背后咧代表是你赶紧死，所以你赶紧死啊了后，一切应该爱互我的都会当互我。所以对边仔的人听到讲，这个细汉囝对伊的爸爸讲，请你将应该爱互我的财产拢互我的时阵，所有人拢惊着，而且这已经毋是讲伊咧咒诅伊爸爸死啊，甚至也互伊的爸爸得到真大的见效。这是对伊爸爸的指控，所以这个老爸无法度教导伊的细囝，这个老爸踮伫伊的家庭中间，伊无法度会当真好来照顾家己的家庭。至到讲这个细汉囝要求讲，我所有物件你爱互我，到底伊对来的把握，到底伊对来的信心，认为讲伊只要得到一切，伊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伊就会当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若是你是爸爸，你会安怎反应？扒落去了。如果你是伊的爸爸，绝对甲伊扒落去，甚至安怎？甲伊赶出门嘛？绝对想要甲伊赶出门啊！无想到讲，这个爸爸的反应甲咱所想的无共款的。这个爸爸的反应是啥？好啊。照你所要伫的，就照安尼去吧，就照安尼出去吧。所以这个小弟就出去啊。家庭中间阁有另外一个人，伊的兄哥嘛缀伫边啊。是啊，爸爸哪会无甲伊扒落？爸爸哪会无甲伊扒落，甲伊赶出去？伊心内底咧想起。这个大汉囝心内底想起，讲到底我家己这个小弟是咧变啥物梦？到底伊想要做啥物？但是另外一部分，这个兄哥嘛咧暗算，这个兄哥嘛开始咧算家己的未来。伊开始咧算讲，哦，啊若是我的小弟走啊，剩的咧，剩的就拢我的啊吧？应该剩的拢我的啊，所以这个大汉囝，好，我足乖的，表面上拢足乖的，就照伊爸爸所想的，逐工踮伫遐咧工作。伊想讲，只要我好好顺服，只要我好好顺服家己的老爸啊，听候到迄一日来的时阵，这一切拢是我的啊吧。所以伫这个故事内面，摕到钱财离开的迄个细汉囡仔，大声喊讲：好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是新创造的人啊！啊，迄个大汉囝咧，迄个大汉囝嘛踮伫心内底，家己咧喊：我是新创造的人啊！因拢咧期待，我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这个看起来真丰富的家庭。一点仔拢无欠缺，但是踮伫这两个囡仔，因拢有家己的计划，有家己的暗算，因拢想要有家己新的生活，因拢想要过家己新的生活。
看伫即个爸爸的眼内，心内底有济济毋甘，心内底有济济无法度讲出的话，毋过伊一句话拢无讲。伊的选择是，互即个细汉囝照伊所想的去吧，照伊所想的去吧。伊也另外一边陪伴伊的大囝，踮伫厝内底认真咧工作。日子一天一天就照安尼咧过。两个囡仔一直咧期待，我的计划要开始啊！两个囡仔一直咧想，我就要有新的生活啦。对咱来讲，敢毋是安尼吗？自细汉到大汉，咱嘛期待爱有新的生活，敢毋是？自细汉到大汉，咱也期待。我还阁细汉的时阵，还阁要读册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咧期待小学足艰苦的。我到国中的时阵，会当亲像我的兄哥、我的阿姐共款，因会当四个甲朋友出去佚佗。小学的时阵，拢互爸爸妈妈顾甲条条，袂当出门。所以挺后到国中的时阵，我感觉讲我应该会当出门去佚佗啊。无想到讲到伫国中、到伫高中了后，发生啥物代志？考试压力足大诶！无想到讲爱考试，无想到讲逐工读册压力足大诶，所以就开始咧想，我阁看我的兄哥，看我的阿姐去读大学了，就安怎？就看我的哥哥甲我的阿姐读大学了，就拢飞出去啊，拢飞出去啊，无人会当管因到底去对啊。所以嘛，足赶紧期待讲，我敢会当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无？所以挺后到读大学了后，过来咧，即马飞出去啊，搁煞来，过来我要安怎办？但是读大学了后，头一个就是，过来逐个月迄个收费到底伫对？开始读大学了后，出去外面读册，摕着钱出去，到底我逐个月收费要安怎来？足紧就甲爸母的拢开了啊！到底我的收费咧？所以煞接读大学的人佫期待啥物？我要赶紧食头路啊！我要赶紧食头路，所以挺好到我会当赶紧食头路了后，我开始所谓这个社会新鲜人的生活，我会当有钱啊！我会当掌握我家己的一切啊！无想到讲开始食头路了后，佫安怎？佫足侪问题佫走出来。趁伤少，无想到讲系啊！即碟开始食头路了后，家己一切的钱拢爱家己付啊，所以压力佫愈来愈大，都开始讲所以我佫爱有新的开始，所以要安怎？换新的头路，佫有足侪新的想法，到伫佫煞来，就佫要娶某啊，佫要生囝啊。咱一直期待爱有新的物件走出来，咱一直期待讲我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毋茫讲我只要有一天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我就会当一帆风顺，啥物拢无代志。毋过现实是啥物？现实是咱所期待、咱所掠准讲的迄个新，原来是假的。咱掠准讲，只要找到新的物件，只要找到新的物件，我就会当解决感情所拄到一切的困难。但是无想到讲，当我真正踏出去了后，这一切拢煞真做是假的。伫这个过程，咱有的人亲像细汉囝，咱真勇敢踏出去；但是咱嘛足侪人亲像大汉囝。心中是不满，但是安怎讲拢无勇气。我干那会当继续经伫遮，期待讲有一天我会当有新的开始吧。所以咱会指责遐个冒险的人，恁到底是安怎？恁到底想咧计划啥物啊？恁认为安尼敢真正有效吗？咱会开始彼此指责，冒险的人嘛会重新来笑讲恁遮的人拢毋敢踏出去。你毋敢踏出去，你哪会知影一定会有新的代志走出来？伫这个故事内面，
到底咱踮伫倒？到底咱踮伫什么所在咧？细汉囝摕着钱走出去啊！摕着钱走出去，后壁的结局嘛是咱大家人所想会到的。真紧，伊将伊所有的钱财拢开了了，伊敢若会当互人请，伊敢若会当互人请，然后到伫什么款的地步？连物件拢无通食，敢若会当甲猪咧抢物件。所以伫迄点，伊忽然间伊安怎醒悟过来？忽然间伊觉醒啊！忽然间伊觉醒过来，讲我的老爸有遐尼济请工，我有遐尼济物件通好食，为什么我袂转去？这个细汉囝到迄天，伊开始讲是我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。所以伊的选择是，伊要转去啊！伊的选择是，伊要转去。伊安怎转去的？伊转去的心情到底是怎样？伊转去的心情是，到底这是对还是毋对？伊转去的心情是，真正转去了后，我的爸爸敢会接纳我吗？伊心内底真紧张。所以，当伊一步一步愈来愈接近家己的厝的时阵，伊毋知影要安怎面对伊的亲人。但是，迄个爸爸的反应是啥物？迄个爸爸的反应是，伊心内底足欢喜的。迄个爸爸的反应是心内底足欢喜，开始摆设宴席，开始款待一切，准备要迎接伊的细汉囝转来。这个动作超越过咱逐个人的想象，因为都亲像一开始所讲的，这个细汉囝的要求是安怎？这个细汉囝的要求是，伊毋望伊的爸爸赶紧死的，伊毋望伊的爸爸赶紧死，所以我会当摕到一切的财产呢，是一个救助。是一个救助我赶紧死的人，要转来呢？这个爸爸的反应，竟然是拍开双手，听候这个毋正囝，听候这个毋正囝要转来到伫伊的家庭中间。当遮尔济庆祝的声音咧发生的时阵，另外一个人咧生气啊！另外一个人咧生气，伊咧生气啥物？有人要来抢我的物件。迄个人咧生气的是，有人要来抢我的财产啊！到底凭啥物啊？这个我的小弟甲一切全部的物件拢开了了，到底无路通行，伊才知影要转来呢？到底凭啥物？老爸竟然愿意安尼去接纳伊，到底凭啥物啊？伊心内底足生气的所以伊嘛将伊所有的生气拢讲出来。伊讲我是安怎？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呢？咱有发现无？伊心内底安怎想的？我踮伫遮足乖的，我足顺服的，我照你的话所讲的，但是伊心内底咧想的是啥物？我是做奴才，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你竟然无安尼照顾我，你竟然安尼去照顾迄个毋正囝，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到底什么人是龙主？到底倒一个是龙主？是迄个细汉囡仔是龙主，还是这个大汉囡仔是龙主？还是两个拢是？恐惊两个拢是吧？这个爸爸知影，对伊的大囝讲：囝，你常常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呢。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，毋过你的小弟今仔日是对死个我。
对死我失落搁得到的，所以咱应该爱欢欢喜喜来庆祝。新创造的人对这开始啊，是啥物？互新创造的人成做新的开始咧。伫故事内底，咱看到是老爸的疼，是老爸的疼，互新创造的人成做真。毋管是迄个毋正囡仔，也是迄个掠准讲我足顺服，但是心内底一直想我是奴才的迄个大汉囝，因两个人拢是龙主。因两个人拢是龙主，所以两个人拢是老爸想要找到转来的人。这个故事中间，咱常常讲这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。但是我认真安尼看圣经了，我发现标题毋是龙主回头，标题袂当下龙主回头，因为龙主回头，咱认为讲选择权点伫啥物人？是龙主的选择。其实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啥物人才最重要的选择？重点是爸爸最上界重要的选择。就算讲遮的人怎样无听伊的话，遮的人虽然看起来听伊话，但心内底一直想讲我敢若是奴才。重点是这个爸爸愿意听这两个囡仔的心声。愿意去看这两个囡仔是宝贝，毋是咱咧做选择，是老爸咧做选择，是爸爸找因倒转来，所以因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故事听伫遮，回到一开始，这段话，这个譬如是耶稣对啥物人所讲的？这段话是耶稣对遐个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所讲的。遐个人咧质疑讲，耶稣你到底为虾米会当有这个权意接纳这个罪证？耶稣对法利赛人、对经学教师安尼讲：，虾米人是大囝？虾米人是细汉囝？恐惊遐个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也是耶稣想要找到转来的对象吧。每一个人拢是迄只失落的羊，咱需要受到上帝超吹转来。咱拢是龙主，咱敢知？当咱一直咧讲这个故事叫做龙主回头的时阵，咱掠准我毋是龙主，因为我至少我足乖，我做选择啊，我逐礼拜拢伫遮，我逐礼拜拢伫教会内面，我足乖，我足顺服的。但是重点毋是咱的选择，重点是上帝选择咱。上帝选择咱每一个人成做伊的囝子，毋是靠着我家己认为讲哦，我足乖，我选这条路较好行。上帝看见咱每一个人的心，看见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困难，伊也知咱会亲像细囝共款，一直想要行家己的路。伊也知。咱虽然看起来表面上顺服，但是背后一直想要照家己的。耶稣知这件代志，所以耶稣对咱所讲的是：咱拢是迄只失落的羊，咱需要互伊找到转来。咱拢是龙主。今仔日，咱面对这个世界济的挑战。踮伫战争发生的时，有一寡声音，有一寡教会，因的选择是甲有权利的人徛做伙。因讲拢是遐个人的毋对，若毋是遐个人挑过伊做啥物代志，哪会有今仔日即款局面呢？所以一方面有当时啊，咱踮伫教会内面，咱讲咱要为着和平祈祷。
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却无愿意对压迫人的人发出攻击的声，对受难的人发出真实的怜悯。原来，咱也是龙主。当咱逐礼拜一直踮伫遮做一个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战争会当赶紧结束，求你看顾遐个软弱的人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咱嘛亲像即个大囝共款，咱只不过是表面上我只顺服，表面上我有咧祈祷，表面上哦，上帝你爱听遐个人，但是实际上咱并无看见我家己的问题。我并无真实去体会受苦的人到底因的性命拄着什么事。我无法度亲像足认真的去看待圣经中间所讲，这个老爸的心到底体会是什么？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乌克兰国会议员的发文，互我真大的反省。伊讲伊看到一个负责人带着4个囡仔开始逃难，倒到伫匈牙利。这4个囡仔，一个是伊家己的囡仔，一个是伊姊妹的囡仔。伊的姊妹去找水通啉，但是一出去就无阁转来。一个是伊厝边的囡仔。伊的厝边也已经踮伫战争中间死亡啦。即摆有3个囡仔甲伊做伙，继续行，看伫边仔一只大巴士边仔，阁有另外一个囡仔。迄个囡仔坐伫路边，爸母倒伫伊的身躯边，已经死啊。所以伊甲迄个囡仔也做伙带走，所以伊带4个囡仔做伙行。煞者伊安尼讲，有人问我讲，我到底会对遮个世界有权利的人要求啥物咧？我会安尼讲，我爱因会记哩，踮伫迄个街仔路顶面，有一个囡仔坐伫伊死去的爸母身躯边。嘛爱因袂当放袂记，阁有阁较侪的囡仔，有阁较侪的囡仔伫战争中间无互好心的人捡去，阁继续坐伫伊爸母尸体的边仔。这是咱的世界，这是咱的社会，咱并无法度踮伫遮。祈祷讲：哦，上帝啊，求你照顾遐个人；上帝啊，求你赐和平。咱需要看到底老爸的心、老爸的目睭看到什么？伫这个故事中间，足困难，因为咱定定敢若将眼光放伫龙主应该要回头。大囝应该安怎？但是咱袂去看爸爸的心、爸爸的目睭到底看见什么？咱每一个人敢有体会到今仔日上帝怎样看待咱无？今仔日上帝怎样看咱每一个？咱要怎样回应？当咱讲，咱拢是新创造的人；当咱讲，我信耶稣了后，我是新创造的人。但是，我是怎样面对遐个受苦的人？我是怎样面对遐个失落的羊群？伫这个时刻，照马友友所讲的，逐个人拢应该爱做一寡什么？是逐个人拢应该爱做一寡什么？就算讲是祈祷，就算讲咱所做的敢若剩祈祷，嘛爱邀请咱拍开你的想象力，
去进入遐会受伤的人，去进入遐会受难的人，到底因面对啥物？毋是干那满足伫我有祈祷安尼好啊！我有祈祷，所以我就顺服啊！我有祈祷，我已经尽基督徒的义务啊！就算是祈祷，咱拢需要听老爸的声。伊看到啥物？伊体会到啥物？毋是干那满足伫宗教义务，毋是满足伫我有伫遮，是咱爱真实去面对。我嘛是龙主，我是迄个放荡的龙主，我需要老爸的听。所以伫这个故事内面，咱清楚看到讲，我是龙主，我是需要拯救的人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囝子。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《新创造的人》。掠准离开，就会当成做新；掠准脱离，就会当独立。大声喊讲，我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掠准顺服，就会当分一寡物件；掠准听候，就会当享受福气。直到继承所有。会当大声喊讲，我是新创造的人。老爸的目睭看透虚假，老爸的耳孔听入懊恼，老爸的心体贴真惊奇，老爸的手拥抱失落的羊，实疼。划破黑暗，是疼；讲过话，是疼。挽回咱的心，互咱会当话讲，我是新创造的人。咱是龙主，咱需要老爸的疼，咱需要耶稣甲咱找倒转来。互咱真正别人讲，我是新创造的人。咱要做伙透过这条信息，成做咱的回应。咱大声先来看新的第3节。有人歪受拘束，对找家己自由。有人顺服善尽本分，听候继承承受享受。天父慈爱双手，抱伊软弱惊奇。对4个活新造的人，三甲庆贺欢喜。有人想要家己有自由，有人是顺服，总是天父的疼。抱每一个失迷羊，爱因返来到伊的怀抱中间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，我情哪样失迷，来回应上帝的疼。我情哪样是迷，跳过南山起势，无福者个声，我无要去听，无爱地起行，我情哪行风走，无爱徛去家中，天气白个声，我无爱听，爱要是家去
国者找个兄弟去，白夜找去行子，基因归这个最亲去空野，爱要找我伫遐，找去着我遐袂死，也好我真心死去，伊就可怜将我来背。求我不免死灭，孤孤人我还受孤风，最找家己自由。孤人顺苦熬才应本分，天高嘅情享受。天气白，自该相守，破空气乱照行子，对起是个好我是现做个人，三角庆好欢喜，无国者就是耶稣。做我求做保护，然后去保卫世界我有悔，求我脱离死罪，找我当脚步，带我来行正路。带我破我个接又跳，经地又起袂晓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人民人的主啊，你听世间人到安尼，通过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。来挽回阮每一个人，互阮知，虽然阮拢是浪子，阮拢想要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阮想要亲像细汉囝共款，阮期待爱有阮家己新的生活。有当时啊，阮嘛亲像迄个大囝共款，看起来表面上顺服，但是心内底其实。有足侪家己的暗算，主耶稣，你拢知，你的疼超越过这一切，你的目睭看透一切的虚假，你的选择是抱阮每一个人踮伫你的怀抱中间，你的选择是敲找每一只失落的羊，转来到你的羊条。就算讲，你为着阮众人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。主啊，所以阮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今仔日，阮搁一摆，互你找到转来。阮搁一摆立约，阮要做新创造的人，因讲你的名，也找每一只失落的羊，做伙转来羊条。当这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甘心来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，这时请牧师来报告。好，我来做几项教会事务的报告。咱的线顶巴克利学堂的范围，那么这礼拜要读到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34节。好，咱今仔日下晡中华教育部有一个讲座啊，我要主讲，所以这是免费的活动。所以如果你今仔日有时间下晡想要参加，咱2点半来到伫松大教室，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吼。好啊，后礼拜咱要举行圣礼典，所以咱第一堂礼拜中间有要行洗礼以及收圣餐。所以若是后礼拜要领受洗礼兄弟姊妹，请咱踮伫8点半吼，来到伫教育大楼1楼的会议室遐来集合吼。啊，第2堂礼拜了后，咱要召开小会，所以嘛请咱小会员来做伙参与。好啊，4月初2、5月14到6月11，这是迄个有一个绘本故事坊。啊，如果你是带迄个细汉囡仔，欢迎你会当来参加，这是 SDGs， 这是啥物物件？大家毋知吼。SDGs 叫做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。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总共有17个指标。啊，即马踮伫2楼亲子室遐。2楼亲子室一半我册房，我办公室踮伫遐，啊，另外一边亲子室中央有一个书柜。这17个永续发展指标，咱有买无共款的绘本。咧讲这每一个指标拢有几本的绘本，所以牧师娘会来带这个 SDGs 的绘本故事坊，所以请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来报名。好，啊，过来这是王公弟牧师，伊有一个小组的课程吼，咱有4摆上课的时间。如果咱有想要带领小组，会当请咱来迄个教育部这边来报名。啊，王公弟牧师会带这个课程叫做带领小组的艺术。好，啊，过来迄个时代革命，咱要伫4月初8暗时来看时代革命。即摆还佫剩差不多10张票左右，还有10张左右吼。所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请咱等下赶紧。你佫想要参加，赶紧踮伫教育大楼这边来登记。好啊，这是伊丽莎白照顾讲堂，4月初9暗时7点。这摆的题目是一个偏乡的代课老师玩水翻转教育。啊，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好啊，过来迄个奖学金、奖助金审核已经完毕啊吼，所以请遮的申请人来用先遮来领取。啊，4月到6月，新港的读经嘛已经踮伫办公室遐。好，啊，过来这就是拍广告啊，这是对去年5月份开始，我逐礼拜写一首诗嘛，所以咱甲经10几首诗出来，啊，编做一本小册子，编做一本是全彩印刷哟。全彩印刷的小册子啊，所以这会当家己做灵修嘛，会当你摕去送互别人，嘛会当摕去送互咱的朋友兄弟姊妹啊。所以即马伊讲爱有定价啦，所以我讲定价是100块啦，但是拢自由奉献吼。所以咱等下会当开始来摕啊，踮伫迄个教育大楼遐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啊嘛，会当做你个人的灵修，嘛会当将这送互咱的亲朋好友啊。就是对去年5月疫情了后到现在，啊，遮尔侪诗的中间，经差不多10几首诗出来，啊，编做一本小册子，所以这当做福音小册子来送互咱的兄弟姊妹吼。好，所以这等下礼拜3以后会当踮伫教育大楼遐来摕 ，OK。好，啊，等下咱礼拜3会当继续互相交易。好，
咱同齐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信诗399首，愿上主大真爱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愿上主大真爱，经典你是心内，主的听为时刻，甲你行同在，愿主兴光变照你经主必宽大海里，主信心保守你对知识，高兴世界内，愿上主大真爱，经典你是心内。主的听每时刻，甲你行同在，愿主兴光变照你经主必宽大海里，主信心保守你对知识，高兴世界内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真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请坐。